今日一個小學同學請食飯，佢請咗我哋嚟下環街嘅呢一間食肆。我日日買餸都經過呢度㗎，我見好多人食早餐，但估唔到原來都有晚市㗎，菜式都好似好多，價錢都相當實惠喎。你睇下佢點咗幾多餸，第一碟係炸子雞，真係皮脆肉嫩；呢個係蒜香骨，相當惹味㗎，仲有傳統嘅生炒骨。呢個係砂鍋魚頭煲，小朋友好鍾意嘅腰果肉丁同埋椒鹽鮮魷。另外仲有一啲家常菜，例如呢一個鹹蛋蒸肉餅、蒜蓉蒸勝瓜、節瓜蝦米粉絲、椒絲腐乳炒通菜。主食係馬介休炒飯同埋銀芽炒麵。一班小學同學一邊食一邊懷舊一下幾十年前下環街嘅街頭美食，大家傾起呢啲細個時嘅攤檔都回味無窮。你哋以前有冇嚟過下環街食嘢呢？又記得邊啲鋪頭啊？喺評論區打出你仲記得嘅鋪頭名啊！